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集。拉斯維加斯交通安全面臨10年嚟最嚴峻挑戰。克拉克縣警長 Kevin McMahill 喺最新發表嘅年度公共安全報告中，罕見咁為警隊喺道路安全方面嘅表現評分唔及格 F grade。儘管本地暴力犯罪顯著下降，但2025年共有154人死於交通事故，數字高居不下。喺進入報道之前，請大家先訂閱、點讚同分享，你哋嘅支持係我哋維持製作質素、持續經營頻道嘅核心動力。踏入2026年，道路安全情勢依然嚴峻。1月1號晚間，Loveland Casino Drive 發生致命肇事逃逸案。64歲居民 Gregory Smith 涉嫌撞死一名女途人之後逃離現場，目前已經被捕。同時，拉斯維加斯谷地喺1月首2週內發生至少5起涉及摩托車嘅致命事故，其中一名47歲騎士喺 Creek Road 遭酒駕車輛撞擊身亡。警方宣布將擴大無人機執法，並計劃喺2026年推行限速攝像頭試點，以壓制魯莽駕駛。如果你近期需要通勤，請留意以下重大交通管制。Desert Inn Road 隧道工程，耗資920萬美元嘅照明升級工程正在進行。Paradise Road D Joe W Dean Brown Drive 之間嘅路段，每晚9點至到隔日5點將實施封閉。MLK 紀念日大遊行1月19號禮拜一，市中心將舉行第44屆馬丁路德金紀念遊行。4th Street 從 Las Vegas Boulevard 到 Stewart Avenue 一帶將由朝早6點封閉至下午4點。當局建議公眾當日改行 Sahara Avenue 或 Flamingo Road。Boring Company 隧道安全與政治風暴。Elon Musk 旗下嘅 The Boring Company 所開發嘅 Vegas Loop 項目正陷入多重危機。調查報告揭露，2名克拉克縣消防員喺隧道演習中接觸到不明綠色有毒淤泥，導致嚴重嘅化學灼傷。此外，該公司正捲入一場政治風暴。內華達州 OSHA 原本針對安全違規開出40萬美元罰單，但係據報喺州長 Joe Lombardo 辦公室介入之後，相關罰款被大幅撤銷。目前多名內華達州議員及聯邦眾議員 Dina Titus 已介入調查，質疑係咪存在不當政治干預或者非法刪除公共會議記錄。聯邦法院近期解封起訴書，揭發一宗以拉斯維加斯為核心嘅跨國操弄比分案。拉斯維加斯居民 Shane Henninger 號 Sugar 被指控策劃一個龐大網絡，通過賄賂 NCAA 一級聯賽球員嚟控制比賽分差。該集團此前已喺中國 CBA 聯賽進行過類似操作，目前涉及17所大學、29場比賽，腐敗深度震驚體育界。與此同時，內華達州博彩控制委員會 NGCB 正式將非法博彩經紀人 Matthew Bowyer 列入黑名單 Black Book， 終身禁止進入內華達州賭場。Bowyer 曾涉及前 MLB 球星大谷翔平翻譯水源一瓶嘅非法投注案，受此案牽連， Resorts World 同 Caesars Palace 因反洗錢監管不力，分別被處以1050萬美元及780萬美元巨額罰款。金融犯罪警報，梅斯基特 Mesquite， 警方發現加油站同 ATM 出現新型側錄器 Skimmers。執法部門已經聯同 Secret Service 喺拉斯維加斯谷地檢查超過1150家商家，提醒居民留意信用卡資訊安全。自動化產業動向，受聯邦政府對肉類加工業進行反壟斷調查影響，市場預期自動化需求將會增加。總部位於拉斯維加斯嘅機器人公司 Rich Tech Robotics 股價近期因此出現劇烈波動，反映出本地技術研發與全國經濟政策嘅緊密聯動。今日所有新聞已經報告完畢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，你哋嘅支持係我哋製作影片同經營頻道嘅最大動力。